basic 的手基本动作。高贵脚很简单，就把它趴着进去以后，把它叼入来，这个边去。啊，手下遮，好，甲撑起，跨一下，有无？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了解。好，一开始练习的手基本动作，高贵脚很简单，就把它趴着进去以后，把它叼入来，这个边去。啊，手下遮，好，甲撑起，跨一下，有无？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了解。好，一开始练习的手基本动作，高贵脚很简单，就把它趴着进去以后，把它叼入来，这个边去。啊，手下遮，好，甲撑起，跨一下，有无？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。